你好，我不会讲缅谣语的你好，等大家来教我。可是呢，我会把上面这个1到10，就是拼成可以教学的注音符号哦。我念一次给大家听：1、这是低的音嘛？1、1、1、1、1、1。b w b b a b b a b a g u 这是高的音哈 g u 猪 c a c he it hit the 我多G it dip OK 那你会念了吗？yet 一波别别猪写 hit 多接接再念一次 zip OK 就先这样子拜拜，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利用 /ㄅ/ㄇ 的 /ㄅ/ㄇ 来把你们的母语拼出来哦。不仅是可以这样子直观的拼成字母，也可以这样子拼成可以缩减在一个框框里面的这样子注音字。OK， 先这样子，大家再说一次拜拜，拜拜。